座位靠近垃圾桶同洗手間，幾招提升空間舒適度。Office 台如果靠近洗手間同垃圾桶，行嚟行去嘅人流、混雜嘅氣味、排水管噪音，都會不知不覺中影響工作狀態同心情。好多寫字樓報告無法改變，不過呢，可以響自己嘅範圍內做啲溫和調整。幾件讓座位更舒服嘅小事，增加局部暖光，添置一盞暖色台燈，會令小空間或者偏暗嘅空間瞬間變溫柔。擺放一盆香草植物，薄荷、迷迭香、檸檬草都有清爽嘅自然香氣，能中和空氣嘅雜味，仲能提神醒腦，保持桌面清爽。定期整理桌面，收工前清空自己嘅垃圾桶，減少異味堆積。間中起身走動，每隔1小時離開座位行開下，減少做嘢被騷擾嘅機會。辦公環境唔只係做嘢嘅地方，更係我哋每天長時間停留嘅空間之一。用心佈置自己嘅小角落，哪怕只係一盞燈，返工嘅心情都唔一樣。辦公空間感受因人而異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需求調整。你個位附近有洗手間或垃圾桶嗎？歡迎留言區交流分享資訊。